华族文化中心为您呈现《欢喜来唱歌》节目，现在开始。大家好，嗨，各位朋友，又是一个星期三的午间。我们来听一下全场的热烈的掌声，鼓励鼓励！现场以及线上的朋友，大家午安。敲敲门，你在不在？有人说你没回来，满园花儿为你开，你为什么不来采？敲敲门，你在不在？有人说你没回来，要是你还不来采，花儿不再为你开。美丽的花朵人人爱，世界充满了情和爱。把握就在你自己，需要它就快回来。朋友，请跟我们一起上哦！敲敲门，你在不在？有人说你没回来，满园花儿为你开，你为什么不来采？敲敲门，你在不在？有人说你没回来，要是你还不来采，花儿不再为你开。花朵人人爱，世界充满了情和爱。把握就在你近，需要它就快回来。让我来听一下现场的朋友，您的掌声在哪里？再来听一下掌声、尖叫声有没有？美丽的花朵。人人爱，世界充满了情和爱。把握就在你自己，需要它就快回来，需要它就快回来，需要它就快回来。欢迎收看《欢喜来唱歌》，健康又快乐。一起棒！谢谢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我们线上的朋友，我们现场的朋友，每一个月一天我们的约定。大家下午好，我是佩芬。大家好，我是浩浩，欢迎大家来到我们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欢喜来唱歌的节目。当然呢，今天下午的时间，欢迎大家呢再次来到我们现场，来给我们支持跟鼓励。真正感谢所有咱现场的 uncle auntie 大哥大姐，我们的兄弟姐妹们、哥哥姐姐哈、弟弟妹妹，感谢你咱这个宝贵的时间，星期三哦，拜三的这个时阵，甲咱斗阵做阵听歌。是，相信呢，大家呢这几天呢，你这个报章杂志拢有看到哈，阮厝内老大人无伫的啦哈，所以不是无伫啦，不是无伫，伊够伫咧，无伫厝，无伫厝啦，无伫厝啦。对啦，所以所以今日本来这个位是，我在国大这里看着你们。我跟你讲，这个科技，一举一动我都在观察。请问你是陈建斌本人吗？你是？我是 AI。哎呦，恐怕吗？那是陈建斌啊！科技这样发达，连 AI 都可以哈。我们真的马上就连线了嘞！我们要确实，大哥好，大哥。你好。现场我们所有的朋友，大家都很关心您的身体啊，所以你是否可以跟大家来报告一下您现在的状况？好的，我是吓一跳啊，因为我昨天跟国王拍戏的时候，忽然间前天呢，忽然间全身冰冷呀，然后就心开始绞痛，然后就
呼吸困难，全身无力，然后国防就马上打995，呀，就送到国大，然后一到了国大还好，就马上动手术，就救回来了。因为这个其实在死亡的边缘了那一刻全身冰冷，所以医生 check 到我有2条大动脉是阻塞的，那么第一条比较严重的先解决掉，所以我22号还要再回去再开一条。再开一条啊！所以我是2条有问题啊，不是1条啊。哦，是啊，那现场的观众朋友啊，真正关心你哦。是啊，今天哦，我们下午的时间有好多的观众朋友都在门口写这个祝福卡、集气卡给您。谢谢大家的关心。是，待会节目做完，我也是很想你们待会节目做完，我会去看您，然后我先把现场大家的集气卡可以拍下来，然后待会送到您的眼前给您看。好的，谢谢浩浩，谢谢所有观众朋友们，谢谢佩芬，我等你啊，你不要讲的没有来啊。好，会来，我会。等下好好会去看你啦，下个礼拜你出院了，你再来看我啦，吼。然后我们大家有一个精神喊话要送给您哈，我们祝福陈建斌大哥，大家一起说早日康复好吗？好，来祝福我们陈建斌大哥早日。收掉。好的。我们7我就回来了。哦，我听你讲话，这个气力真好。是。无问题，关难过，关过。啊，大事化小，小事化无。无问题啊，我们等你回来。好，拜拜。谢谢大哥，待会见。拜拜。好哇，这个可以说是我们今年度下半年非常震惊的一件事情所以呢，平常真的都要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其实大哥平常也是非常养生的。对咯，伊都无正甜的，无烧薰，无啉酒，这个什么叫做什么？那个吃喝嫖赌，伊拢无。那个刚刚那吃喝第3个嫖无啦，伊是有真侪 girlfriend 呀，嫖无小强。那不是嫖，那吃喝年赌，拈花惹草。袂啦，伊是找一个伴啦，爱找个伴，所以因2条丢塌啦，哎呀。他说伊塌沙拉了，你看马来西亚的车即阵就无塌了，陈建斌的心脏就塌沙啦。他车甲他心脏无共款呐。所以咱隆重的人爱顾，少年的也爱顾，咱有年纪的嘛爱顾，爱时常去check up 嘛。对，所以呢，大家爱身体健康来行路才会有风。对，伊即马是因为早起有人伫伊的身边，伊若是一个人徛无人伫伊的身边，就真正危险。对，即马已经有派大哥的迄个枕边人，即马伊若随时伊头拄讲呼吸困难，马上好像吸尘机一样。对活动式的氧气筒。好了，那大家呢？我们也一起呢祝福过了我们的彬彬哥哥。那一共给过过，一定会感染到顶呢。那我们真的祝福他手术成功。是的，祝福大哥好的，那我们今天看我们2个，哇，真的是精心在准备啊。那有特别无你有没有看到我们今天的精心的准备在哪里呀？这个小女孩无端端的说叫我今天一定要戴帽子啦。我就知道都是他在搞怪啊！哪里是我在搞怪？大家看咱的帽嘛知影今日是什么代志，对不？看到这个帽，不管是大帽、小帽，就会想到呢这一位呢歌坛的天后级的歌手。帽子歌后，大家知道是谁吗？知道，基卡拜来了。不是基卡拜来啦，帽子歌后，我们一起喊出他的大名：凤。菲菲来了，所以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凤飞飞小姐。对了，今天的这集呢，歌手特备节目，我们来做凤飞飞，我们凤姐的一个呢特备，也算是呢向她致敬。
好好，啊，叫问哈，凤飞飞这个人你有捌无？哎呦，我当然认识啊，对不对？说到凤飞飞，我不是台湾人，对不对？谁不知凤飞飞小姐？我认识她，但是她不认识我啦。啊，这个我爱你讲。但是呢，这个她是我的偶像啊。哎凤飞飞小姐这个资讯我非常的清楚啊。她的艺名叫做凤飞飞，但是她的本名叫做林秋鸾。哦，是林的哦，是双木林。是，而她住在桃园，她的家乡。哦。那每次在演出的时候呢，她都是戴着帽子，所以呢，就有了帽子歌后的封号。哎，真的哈，成为她呢独一无二的这个标志以及活招牌。那她很会唱歌哦，在1980年到1984年连续获提名金钟奖最佳女歌手的奖项。那么在1982还有1983，哇，连续哦，82年、83年被呢颁发呢这个获颁呢这一个殊荣最佳女歌手。所以我们今天下午的时间呢，现场的朋友就有耳福啦，我们可以听到一系列凤飞飞小姐经典的歌曲。那她的歌啊，哇，唱3天3夜都唱不完，真的，真假嘴，相信呢也是陪过大家呢度过无数快乐时光的一些歌曲。那么今天午间我们还是呢要欢迎我们线上的朋友上线啦，帮我们记得按赞分享哦。Hello， 来 and share。我们有 Facebook 的朋友，还有 WeChat 的朋友，在这边呢刷一排我们的问候语，好不好？不管是向我们现场的朋友问候，或者是你有一些祝福的话，要跟我们的搭档呀斌哥说的，都可以在底下留言哦。是我们现场的朋友，大家也可以拿出你们手机哈，现在就马上帮我们来and share，帮我们分享出去，给你的亲朋好友一起来观赏节目。谢谢一起欢喜来唱歌，新加坡人 ，Singapore 人，大家一起唱。有没有看见今天哦那里卖哦，阿伯修祥哦？哎，不一样哦，好像记者一样，你看我。新加坡人哈。那等一下，当然我们还有了精彩的哇，每一个月大家都很期待我们精彩的爆笑短剧，要呈现给大家如何来识别诈骗的手段。是的，所以呢，期待一个呢温馨愉快的星期三的午间，谢谢大家来。好，那我想呢，马上呢，刚刚我们唱的是一首《敲敲门》，对不对？啊，接落来哈，继续来欣赏那凤飞飞小姐真正最好听的歌曲。当然，下午的时间呢，大家只要每一首歌曲都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大合唱哈。我们的舞台上的大屏幕呢，就会显示出我们每一首歌的歌词，是大家一起唱哦。那说到凤姐呢，她的演唱会哈也开了不少，是非常非常多。那在我们整个东南亚地区，只要有华人的地方，应该都听过她的好歌。是这一首歌呢，也是她每一场演唱会呢一定会唱到的一首歌，曲名叫做《我不能没信心》，欢迎陈小欣小姐来喽。不管月月月缺，不管花开花谢，我要痴痴地等你回来。无论人家怎么说，我为明天抱着希望。虽然困扰围绕着我不能没信心。不管风吹雨打，不管地老天很黄，我要痴痴地等你回来。不管月月圆缺，不管花开花谢，我要痴痴地等你回来。无论人家怎么说，我为明天抱着希望。虽然困扰围绕着我不能没信心。不管风吹雨打，不管地老天很黄，我要
里等你回来。掌声送给谢谢，一首我不能没信心。陈小姐，你好。好，小妹妹你好，我们的李妹妹你好，陈小姐你好，李小姐在这李妹边。妹啦。陈李的组合，是的，她是我们的好姐姐。那么有没有来过我们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表演？第一次来，第一次来，第一次哦对第一次 ，Welcome。其实这边呢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地方，也欢迎大家，有空没空，常常都可以来。对对对，非常舒服哈，好像看电影这样，对不对？看看电影，对高规格的一个地方，有冷气。Very good，而且还有很多呢，这个常设展有很多 exhibition，你也可以带你的家人、小朋友、妈妈，对对对因为呢老少咸宜。哦，都很多很多的很多很多的一些活动。刚刚我看你搭电梯上来的时候，应该都有看到。那你这里海报，让我这里这好多，对，够黄沙的眼风，对，这个就看最大个的，对。一劳一起子。那今天呢，特别选唱的这首《我不能没信心》，也是呢凤姐呢非常代表性的一首歌曲，对对不对？在歌台都常听到朋友唱的，我们的艺人唱的一首歌。对啊，讲到凤飞飞哦，如果想到你会唱她的歌，应该是很多很多她的歌曲，对不对？对，悄求一金嘴夜光。对。那有没有最喜欢的一首？或者是第一首学的凤飞飞的歌曲？其实我现在因为这个节目嘛，我还想到，哎，原来我以前唱的那个14岁的专辑有录《敲敲门》啊，有录这首《我不能没信心》。所以在14岁的时候就已经接触到凤飞飞的好歌，对不对？当时你也应该不知道这个人是谁了。当时对，应该不知道。那可能那时候对小时候可能有了那个 video tape 啊，是不是？哦，我们的那时候没有。还是 LD 啦，还是 video tape 的时候，因为年纪很小啦，妈妈叫他学什么歌，老师叫他学什么歌，一定爱学什么歌。对，应该是 video tape 了 ，LD 那时候很贵啊，对不对？是生活中的一个奢侈品。对，所以呢，敲敲门对你来说呢，印象非常的深刻。那我不能没信心也是另外一首的这个好歌。对。那接着下来呢，我们呢要来欣赏的下一首好歌是非常有挑战性的一首歌曲。对，对你来说有难度吗？有，那个难度就是那个啊，我要看这个，谢谢你。难度就是不然间换歌啊。没有啦，这首歌因为我也是蛮喜欢这首歌曲的，讲真的。那是它的音律很高，音律对，然后低的又太低，高的又太高。原来，所以我们丢这个挑战给你。对，你是安培那杯的冠军呢。对，还有多一个挑战性，就是那个歌2段歌词不一样，要背一下歌词儿。今天你可以看背后，我们也有一个大家唱的一个歌词哦，大家可以一起唱，对不对？是的，那什么伟大的歌曲呢？介绍一下，来送给大家这首《枫叶情》，好，一起来欣赏，也一起来跟大家一起唱哦。欢迎陈小希，谢谢。走路要小心，开车要小心。年容易有秋天，又见到枫叶一片片，你那红红的笑脸，要比枫叶还更娇艳，要我对你又爱又恋。我们藏在风都有爱可怜，朝朝暮暮直到永远。我爱美丽的秋天，我更爱枫。偏偏的
页上，写下我俩的心愿。但愿两情永远不变。你带给我柔情万千万千，我带给你爱意无限无限。一片枫叶一片情，愿你长记在心间，岁岁年年天上人间。我爱美丽的秋天，我更爱枫叶一片片，要在片片的枫叶上写上我俩的心愿，但愿两情永远不变。你带给我柔情万千万千，我带给你爱意无限无限。一片枫叶一片情，愿你长记在心间，岁岁年年天上人间。谢谢，来谢谢大家。哇，一首歌谢谢陈小欣小姐。我相信呢，在大家的心目当中呢，龙舞哈几首呢属于呢凤飞飞的歌曲，所以呢，今天呢好歌不间断，马上呢就要来欢迎我今天的搭档，也是我们节目当中的常驻司仪，我们的百变天王浩将为大家呢用心的演唱这一首呢凤飞飞的代表作之一《松林的低语》，让我们一起欢迎浩。听那松林的低语，充满凉柔情蜜。我们从林中走过，踏着往日的足迹，过去的点点滴滴，到如今都成追忆。我们默默地以为连痕在彼此眼底。你们的小星星要借我吗？手机拿出来，星星打开来。白云在眼前飘去，像风在耳边叹息。我们静静地相对，空有那深情万缕。过去的点点滴滴，到如今都成追忆。我们默默地以为连痕在彼此眼底。哇，好漂亮哦！如果你没有拿手机的朋友，您的手也是可以借我一下，来。大家可以跟我一起唱哦。过去的点点滴滴，
到如今都成追忆。我们默默的依偎，联合在彼此眼底，过去的点点滴滴，啦啦啦。在彼此眼底。这个时候唱完，就要跟你们说声感谢你，谢谢。哇，唱这首歌我有点小激动哎。因为我刚刚在后台，我想说，今天一定要戴一个帽子上来，然后呢，要穿着对凤姐的尊敬。然后我一上了后台之后，然后我看了全身的打扮，哇，好看吗？好看，请用掌声表示一下，谢谢。因为我刚刚在后台换好衣服，我们后面的工作人员一直引导我，一直带着我来这边哦，他们都会觉得，今天我们有特别的节目哎。我说啊，什么特别节目？说有变魔术哈。好了，好好说话，说话要说好好，对不对？我这种怎么可以变魔术呢？有没有想看变魔术吗？真的吗？有 tissue 给我一张吗？来 ，tissue 给我一张。Hello， 旁边的不要讲话，可以看节目吗？tissue 给我一张，有吗？有没有？好，没有 tissue 那算了，我用我的衣服来，大家清楚。老师给我一点小音乐，我来变个魔术给大家看。来，有没有掌声啊？来，既然都说我像魔术师，那我就变魔术。老师来一个简单的魔术的音乐哈，来，大家看到哈，这是什么 ？tissue 对不对 ？OK， 好，这个是什么？手指 OK。现在大家认真看了，这一只手指，大拇指，对不对？这一只第二只是什么？食指 ，OK。下面把卫生纸盖上去，一只。要讲 money money home 了，对不对 ？OK， 变魔术的这样，观众朋友一起来讲，你们讲 money money home， 我就可以变了。嘿，变2只，厉害吧？掌声鼓励鼓励。这就是魔术师厉害的地方。OK， 好了，够了。好的魔术只要变一下下就好了，不用变到很多。OK， 接下来我要请我们所有的观众朋友跟我一起来，比刚刚还要热烈的大合唱，好吗？我们就来唱一系列凤姐的经典歌曲，一同来欣赏。你们的双手要继续给我，好吗？可以吗？嘿！我要看到全场的朋友，大家嘴巴张开，金钱才会滚进来哦。世上的人儿这样多，你却碰到我。过去我没有见过你，你也没见过我，这样的机会不太多。只能算巧合，凑巧相聚在一起，相聚只一刻。我看你，你看我，相对默默无话说。偶然间，这一刻转眼就流过，是否还能再见面？谁都不敢说，以后我会见到你，你遗忘了我。来个全场掌声！嘿，接下来要换你们一起大声唱了哦。后面的朋友，楼上的朋友，世上的人儿这样多。
你却碰到我。过去我没有见过你，你也没见过我，这样的机会不太多，只能算巧合。凑巧相聚在一起，相聚只一刻。换你们唱，我看你。这一刻，转眼就流过，是否还能再见面？谁都不敢说，以后我会见到你，你遗忘了我。来，我们来听一下楼上的朋友尖叫声，哇！楼下的朋友尖叫声，耶！2.0版的拍手 ，1 2 3。我的一份柔情，我的一片心意，我已奉献给了你。不要对我冷漠，不要不理睬我，怕你冷冷地待我。不求你的富贵，不求你的荣华，只愿你把我珍惜。给我一点关怀，给我一些安慰，我就能满足我心扉。换你们唱，好好爱我，好好珍惜这份情感的值不易。哎，继续来，好好爱我。不要犹豫，我一颗心已经属于你。好好爱我，不想面对幸福人生。耶，继续来哦，我们来听一下左边的朋友。跟右边的朋友从这边拿，这一边 ，OK， 这边拿，这边的朋友，老师给我节奏。我听见这边的朋友，好好爱我，来哦，1、2、3，好好 ，OK， 好停 ，OK， 这边的朋友唱，好好爱我，好好爱我。好好珍惜，好好珍惜，可以吗？来哦，哦，来哦，开嘴大富贵嘛，那无开嘴淡薄搞放屁哦。来哦，准备一下，这边的朋友，两边的朋友，这边是2步哦，1、2、3，好好，好好，这份情感的值。再来一次，这边的朋友请注意，嗨，好，好好爱我，不要犹豫，我一颗心已经属于你。最后一次，好好，好好爱，不想面临幸福人生，常在。爱情的，给自己一个热烈掌声，欢呼声！好好爱我，巧合送给我们下午全场的朋友，谢谢。谢谢阿姨大哥，有没有感觉到？远远的看不怎么样，近近看越看越好看，对不对？哈哦，大哥讲这句话，我觉得，哎呦，你讲话很老实呢，一看就知道你是老实人，说老实话。你说怎样？英俊潇洒。哇，真的，回去检查一下眼睛，应该是老灰了。
严重了啊呢哈！哦，谢谢，开玩笑，谢谢。好的，节目的继续呢，我们要欢迎到了这位的歌手。哇，每一年我们可以看到，在滨海艺术中心为他开的个人演唱会，也是呢，在我们每一年的春到河畔，哇，可以说指定的歌手。今天他为大家带来的好听的歌曲送给大家，《流水年华》，掌声鼓励，欢迎常平。大家好。朦胧的街灯，静静躺在小雨中，往事涌了过我心头。又记离别的时候，紧紧握住我的双手，紧紧你许多珍重，两儿也朦胧。年华似水流，今间又是春风柔。层层的相思也悠悠。他乡风，寒露更浓，劝君早晚要保重，期待他日再相逢，共度白首。小微寒，路上行人匆匆，朦胧的街灯孤立在小雨中，远处传来悠悠的歌声，句句在我心间。年华似水流，转眼又是春风柔。层层的相思也悠悠。他乡风，寒露更浓，劝君早晚要保重，期待他日再相逢，共度白首。大家好不好？听一下左边的掌声，再听一下右边的掌声，还有中间的。谢谢，希望大家过一个非常愉快的下午，好不好？我们一起唱哦，借我你们手。今宵微寒，路上行人匆匆，朦胧的街灯孤立在小雨中，远处传来悠悠的歌声，句句在我心间。年华似水流，转眼又是春风柔。层层的相思也悠悠。他乡风，寒露更浓，劝君早晚要保重，期待他日再相逢。我期待他日再相逢，共度白首。感谢你，掌声鼓励，欢迎常平。谢谢，你好，欢迎欢迎，哇，哎呦盛装打扮耶！是，特地买个帽子。是今天我们下午的时间呢，特地呢为了我们凤姐哈，您这双听说全部通通是新货到啊。啊是新货的，我们给他的这个舞台的尊重啊，掌声鼓励鼓励。谢谢谢谢。跟我们华族文化中心所有的好朋友来问候一下。好的，大家下午好，我的名字叫常平，你们好不好？好啊，好棒，好热情的观众哎。这个常平这个名字取得真好啊，常就是这个嫦娥的嫦，对不对？哎，是。嫔就是那个嫔妃的嫔啊。哎，对。哇，所以每次看到你，是否人家就会叫你常平公主？有。对。哎，我朋友也会笑我，因为他说我常常躺平。
常常躺平，哎哎，这名字也不错啦，也不对不对错哈是这大家就会永远就会记得哈。哎对对对，哎，常常躺平，哎，不要了，这样换一下也好啦。不对对对对对对，不要哈不要不要不要常常都是花瓶啊，你看好听啦，对不对？嗯也不错啦，这个也不错啦哈，美也是好事哈。那第一次来到我们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哈，是，然后来担任我们演唱的嘉宾，哎真的再一次欢迎您啊！谢谢谢谢大家。那平常都在很多的商业活动演出，哎那为大家，你可以我过来一点。这昂昂我北北哦，就站远一点点。昂昂博海狼，鸿运当头，是对不对？那北北就是纯洁的意思。哎，我是钓酒囊，我是卡真昂昂。哎，卡春出来啦，卡春出来，对嘞。哎呦，对对，我是台湾人啦。啊，我是钓酒囊，我是新加坡人啦。哦，我台湾人啊，就是无类的人啊，无类人啊。我嘛是无类啦。因为人讲潮州人有类人啊，做工真心人啊，对不对？啊，对对。谁甲你讲的？哈？谁甲你讲的？啊，人甲我讲的，长辈甲我教的。哦，对对对。长辈应该是很有钱呢。对啊，啊，你也要讲福建话不？哎，我妈妈福建人。啊，你妈妈福建人？哎，我是罗寨。哦，因为我们是这个方言系列节目哈，所以你要讲的福建话还是潮州话，你要讲无？甲大家问好一下。汤早讲了。汤早安尼个呢？汤早打了。安尼一句安尼啊？淡薄呢。哦，你福建呢？福建我是福建人的查某囝。哦，福建人的查某囝。哦，安尼用福建话甲大家问好。大家好咧。大家好啦，大家好。先甲你讲了袂使。伊个足有信心咩咧？大家好咧，佮袂讲唔对呢。大家好。啊，大家好。对对对，我的名。我的名是上斌。上斌。嘿。啊，上斌呐。上斌。哎，我甲你介绍一个，有一个演导的叫做建斌，你叫做上斌。啊，有够冰的吼，拢冰拢冰的拢足够唱歌呢吼。好，啊，今日吼，请你来甲阮唱迄个凤姐的歌吼。啊，第二首歌要甲咱带来什么好听的歌曲？嘿，我讲华语啦吼。袂使，你讲福建的。袂使啦。哦，好啦。月朦胧，鸟朦胧，安怎讲？月朦胧。有叫的。叫朦胧，无听。叫我会晓。但是咱讲到这个就是讲月朦胧，鸟朦胧啊，较会好听安尼。你台湾话吼，闽南语话，就是遮尔啊水着，袂使讲叫的，爱讲鸟。月朦胧，鸟朦胧，来掌声鼓励，欢迎上宾的歌曲。谢谢大家。月朦胧，鸟朦胧，萤火照夜空。山朦胧，鸟朦胧，秋虫在呢喃。花朦胧，鸟朦胧，晚风空帘笼。灯朦胧，人朦胧，但愿同入梦。月朦胧，鸟朦胧，萤火照夜空。山朦胧，鸟朦胧，秋虫在呢喃。花朦胧，夜朦胧。
秋虫在呢喃，花朦胧，月朦胧，晚风空帘落。灯朦胧，月朦胧，但愿同入梦。感谢你，谢谢大家。哇，大家好！刚才有没有听到我的 neighbor， 我的邻居唱歌 ？Very good 啊！唱到我都煮饭煮一半，我跑出来。Hello， 我的朋友，上个月我们又见面，我的邻居 everyone， 我是拉迪舍。今天我的 old boss 老伟啊、老浪啊，去跟那个老 hero 啊、老浪、老 hero 去跟他的朋友 holiday 出国，没有带了迪舍去，他叫我在家 stay at home 照顾小 boss。这个小 boss 呢，就是你们有看过的啦，就是那个小 hero you know 啦哈。So today I at home, yeah, that's her at home. Then I walk here, walk there. Yeah, I GL KL. GL KL is 行来行去。Hey sir. Hello， 拉蒂赛。 No sir， 你叫错我的名。My name 拉蒂舍 ，not 拉蒂赛。哎呀，拉蒂赛比较好记啊。拉蒂赛，我跟你讲啊，哎呦，我碰到一个问题啊，很严重啊。 What happened, sir？ 哎呦，来，帮我看一下，帮我看一下。哦呦，我的手机啊，怪怪的嘞。哎呦，boss，你为什么手机怪怪？哪里不可以用呢，boss？你看，我的手机啊，好像不可以上 WiFi 耶。哎，我等一下哦，我还要上网哦，开会的嘞。哎，我的老爸不在啊，你不要这样啊，吊上吊下，吊上吊下，这样勾引我啊。 No sir， 拉蒂舍吃不饱，衣服较多，点点嘎啦。哦，我的老爸有地，你才加老；我的老爸无地，你免加老。 Sir, you must feel a teacher more right, 哦， sir. 你帮我看看呢，我的 Sir， 不 WiFi。可能啊，你的 WiFi 接不上。等一下，我帮你 check 一下哦。哎呀你要等我，我帮你检查，看看是不是那个 router 坏掉。哦，你赶快呢！你不赶快哈，我要开会的时间要到了哦。是，no problem。我等一下去看啊，我现在去看那个 router 有没有缩掉。OK， 很好。等一下哇 I come back 啊，Sir。你看我的拉蒂赛哦，就是这样子的。Sir，not 拉蒂赛，is 哦拉蒂舍。拉蒂舍啊， Sure, your English no good 啦，哎呀。拉蒂赛的拉蒂赛的个蛇，我不是要去黄金年华比赛歌唱比赛，还要解跳蛇，啰里啰嗦的。哎呀，OK， 赶快啊，帮我检查好哈。哎呀，喂，哎呦，电话来。Hello， 哎 ，Hello， 哎 ，brother 你好。喂，你是哪一位啊？哎，小弟姓尤，名叫文迪，你可以叫我尤文迪。哦，你好，我是这个科技公司哦打来的。哎我问你哦，你的 WiFi 是不是有问题呀？哦，尤文迪哈，哇，有问题呀、哇，你的名字哦很有问题嘞，哎，取得还不错。对啊，你怎么知道哦？哎，我的网络有问题啊！哎呦，我上不到那个 WiFi 啊，上网啊。等一下，我准备要急着开会啊。啊，brother，我叫尤文迪，我就是来帮你解决你的问题的。哦，谢谢啊，怎你么办啊？不要太伤心，我来帮你。我跟你讲啊，最近我们常常接到这种案子啊，说那个网路那个 WiFi 缩掉啊。缩掉啊！
啊？不是一直怎么办接不上，就是一直断线呢、哦我知道这样是很痛苦的，对啊尤其是现在每天都在用 internet 的人没有 internet 很麻烦的，所以我就来帮你喽。哦，哎，有问题，先生。哦，你的声音有点熟悉嘞，跟我的朋友很像嘞。我的朋友叫张雄啊。哦，你讲那个肥肥的哈，啊，大口呆啊，超龄呆啊。他蛮帅的啦。OK 哈啊，怎么办呢？现在呢，我要怎么办？我偷偷跟你讲嘿其实是那个黑客，就是那个 hacker 在行动了。他们会这么做，然后他就偷偷会进去你的户口。哇，那怎么办呢？那这样很可怕呢。你赶快给他倒沙缸，解释不 Brother， 我跟你讲，我就是来帮你解决问题的。OK， 所以你要跟着我的步骤走。好，很快你就可以上到 WiFi 了啊。好，你要先去你的 App Store 下载这个应用程序，叫做 TeamViewer。TeamViewer 啊，有这个 TeamViewer， 我就可以操控你的家的 Internet， 我就比较容易帮你。我试试看，我试试看啊，你等一下哈。TeamViewer， Team 什么名？TeamViewer 啊。TeamViewer。Hello， 有问题啊，我下载完毕了嘞。很好，下载完毕了哈。所以你真的对科技很有研究嘞。下一步下一个步骤就是你要 log in 你的银行账号，就是 Internet Banking。然后呢，先付一个手续费，这样呢，我们就可以很快的帮你解决问题。OK， 好，等一下哈，等哈，我录音一下。阿公的阿公你边阿公 holiday holiday。我是讲，我有点想念阿公。等，第三，你等一下，我是跟你讲等一下如果你接到 WiFi 应该没问题了。我要跟你讲，你等一下叫那个阿公去 holiday 买东西回来了 ，T-shirt。Boss 没有什么问题，刚才那个 router 我 check 了，后面的 wire 松弄一下，吐几下就好了。等一下，刚刚那个有问题先生说要帮我救那个 WiFi 回来了，人家叫我log in 下去然后呢这个下载这个 APP 我下载了那他说叫我付钱很简单的，我要赶快做要不然等一下来不及开会就没有 WiFi 了。你做了没有？你这样是不对的嘞，小 hero。你知道你的银行的这些信息是不可以乱给人家的 ，you know sir。不是，这样很危险 ，dangerous。等一下你的钱全部没去了，加烂了，加烂了。哎呦，你有幸运的资料不？还好，我只有下载而已，我还没有真正的传过去，没有登录哇，幸好你比较醒目那第三，你怕就好，不要拍很平的，不要再拍。怕，等一下Leticia 的那个鼓励功没有了。鼓励功？什么是鼓励功啊？鼓励功。鼓励功叫鼓励功我是头一摆听的你老都互人骗去，我鼓励功不行无了，我鼓励功得来影响哇，这样我真的要找他好好算账了啦。Hello， 有无？喂，有问题？我挂断了一类没有了，没了，挂断了，找不到人了，找不到了。哎呦，那你快点uninstall，uninstall，按掉。OK， 哎呦，按掉了啦。我都跟你讲了，这种是骗子来的。You ask Leticia。哇，Leticia，哇，小 hero，真的很感谢你。如果没有你的话，我早就被骗了。来，小 hero， 如果我晚3秒钟出来你也累就拜拜了。哇，真的很感谢你啦，真的，我没有不知道怎么回报你。来，小 hero 感谢你啦。No sir， 不用，感谢用心发出来就好。这个是国际礼仪呀。No sir， 不用。Sir， 呀。好，这样子这样开灯不好，要关灯
才这样，哈哈哈哈哈哈！你说的也不可以，也不可以啦。你说 Indonesia 有 boyfriend。OK， 好啦，这样哦，我跟你讲，我为了要报答你，感谢你，换我煮饭给你吃啦。是，所以我们的各位邻居，大家也要知道哦。是。人家呢打电话给你的时候，特别是陌生人，不管他讲到他多厉害、多伟大，只要他讲到要我们给他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呢。小心为患哦！是哦，还好我的拉迪赛有赶快来阻挡我，要不然我就真的传过去了。所以呢，我们跟大家讲的这个讯息，大家知不知道？知道用拍手表示一下哎。要记得钱很难赚哦，爱修好好。同雄银行会在我们最着急、最慌张的时候下手你们一定要呢三思而后行哦。是哦，所以呢，平常我们要是打电话跟亲戚朋友聊天三姑六婆、七嘴八舌就一定要跟讲这个讯息跟大家报告一下，跟大家分享一下，好不好？对啊，好啊，谢谢。小 boss， 你要记得嘞，你卖累乱让人骗，真的。你让人骗非得你就爱让人骗，你规矩让我骗啊，你看你较好啦。go 这款是专门对这个熟悉的人下手啊。一个讲家己人袂骗家己人，结果家己人吃甲剩无骨头啊！大家隆重爱睡你就对啦。所以大家一定要小心的防范我们的诈骗电话手段哦。对，祝福大家。那接下来那有一个爱的礼物来送给你。好，这个时间我们赶快去看直播嘞。这个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有好看的欢喜来唱歌的节目啊。是啊，听说呢，接着下来的这个歌手啊，哇，现在的爱情事业两得意哇，要唱了嘞，说他的名字叫做什么？冯高美啊。对，那还给刷爱心哦。哇，赶快来看啊！冯高美带来什么歌曲？爱的礼物啊！掌声鼓励。欢迎高米。哇，这直播好看呢。谢谢，感谢我们的小可爱们。Hello， 大家好，来送给这一首《爱的礼物》，是您。有一份爱的礼物。爱你心深永不移，有一份爱的礼物，我要把它献给你，那是我的心和意，海枯石烂永不渝。双手一个爱的气息，留下一个爱的回忆。希望你把我的心放在你的心坎里，有一份爱的礼物，我要把它献给你，只是代表我的爱，你要对它多珍惜。哇，我看到好多的朋友会唱，我们一起来唱好不好？有一份爱的礼物，我要把它送给你，那是我的一颗心，爱的心深永不渝。有一份爱的礼物，我要把它献给你，那是我的心和意，海枯石烂永不渝。双手一个爱的气息，留下一个爱的回忆。希望你把我的心放在你的心坎里，有一份爱的礼物，我要把它献给你，只是代表我的爱，你要对它多珍惜。
少一个爱的气息，留下一个爱的回忆。希望你把我的音讯放在你的心坎里，有一份爱的礼物，我要把它献给你，只是代表我的爱，你要对它多深惜。爱的礼物献给大家，哇，献给你们，献给你们。Thank you， 谢谢，感谢你们大家给我的这个鼓励的这个掌声哈！哇，今天来到我们的现场，看到好多的这个朋友，非常的开心。我今天终于有这个机会哈，踏上这个漂亮的舞台，献唱歌曲给大家听哈。虽然我待会儿只要唱完之后呢，我要去海滩。哇，今天这个因为凤飞飞的这个主题曲嘛，今天大家都要唱，所以呢，我就破例戴了这个帽子。以我这个脸型很少会戴帽子的。通常我戴帽子是因为我怕唱不好听，等一下我盖着你们以为不是我，认不到是我。OK， 好啦，就希望我们的安排的歌曲大家都会喜欢。刚才看到好多的朋友都在跟我一起唱这首歌，那下来这一首也是大家非常耳熟能详的歌曲《爱你在心》。哇，好厉害，好厉害 ！OK， 来送了这首《爱你在心》，口难开，来献给你。来动起来，动起来！我看到很多朋友也是差不多要睡觉，你困了。好啦，来左手拍右手，运动一下双手活跃一下。爱你在心口难开，我不知应该说些什么。爱你在心口难开，一天见不到你来，就好像身边少了什么。爱你在心口难开，你更知道我在爱你，怎么对我不理睬？请你细心告诉我，不要笑我多一猜。我爱你在心口难开，我不知应该说些什么。爱你在心口难开。我爱你在心口难开，我不知应该说些什么。爱你在心口难开，一天见不到你来，就好像身边少了什么。爱你在心口难开，你更知道我在爱你，怎么对我不理睬？请你细心告诉我，不要笑我多一猜。我爱你在心口难开，我不知应该说些什么。爱你在心口难开，我爱你在心口难开。I love you more than I can say。谢谢，爱你们哦！再次非常感谢大家鼓励的这个掌声的陪伴，也希望大家吸取今天最好的运气、最好的福气，和你大家很快乐。Thank you， 爱你在心口难开，献给大家。谢谢。 Hello， 美女，一个人吗？对。
哇，这个您要去哪一个沙滩呢？我待会儿要去这边最靠近的沙滩。哦，看不出来喝一杯鸭尾酒。不喝鸡尾酒，要喝鸭尾酒。喝鸭尾酒。是，哎，我觉得你这样有没有比较漂亮？有，很神秘啊。对，神秘哈。我觉得以后你还是这样盖着会好看一点。盖着会比较好。没事，你困啦。打开。因为造型的关系，对不对？认真，然后你看，又加上今天穿的这个，就是一层层是千层蛋糕蛋糕装。对对对，还把我家的那个过年的假花也担下来了，是非常非常的美丽漂亮，加上你的人美歌甜，因为现在又是这个今年的准新娘，给她掌声鼓励鼓励。谢谢。也希望好像。你的这个婚姻就像我们凤姐有一首歌，就是祝你幸福咯。为什么要加一个咯？不可以咯哈，不可以咯。基本上要讲祝你幸福啊，对对对，不可以祝你幸福咯。对，咯就不一样了。咯后面可能有一个括号，对，什么爱动的故。不可以啦。希望你婚姻，我也是希望久。希望你的婚姻这条路长长久久，就跟我们的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我们欢喜来唱歌的节目一样，长长久久，大家来看节目，健康久久，发财久久。对，没错没错没错，吸取好的，吸取好的。所以在什么时候已经结婚了？我是上个月的19号办了婚礼。可是如果是正式签字是去年就已经。对对对，是，所以这是第一次吗？喂，这是人生中的第一次啦，不是我讲太快，这是人生中的大事。对，大事就是一次而已。那我们对，在此用掌声来给他最大的祝福啊！谢谢哥哥，谢谢大家，谢谢。哎，去沙滩走路好看一点，沙滩的感觉啊，对。对，哎呦，这个沙滩男孩啊，最喜欢看的就是这样子啊！再一次谢谢我们冯高梅精彩的演唱。节目继续，就要让我们来欢迎我们的常驻主持人，也就是我们的好搭档双语天后，欢迎佩芬要为大家带来的歌曲《奔向彩虹》，掌声鼓励，欢迎佩芬。如梦。
哎，不够过瘾，不够过瘾。老师，我们再来噔噔噔，然后我呜，然后噔噔噔，他们啊哦，哎呀，怎么老师突然间很像八角鱼这样，有没有？我说，呜，你们说。掌声表示一下，太好了！其实呢，凤飞飞呀，我们的凤姐呢，她除了呢唱歌啊，这个唱片呢卖的呢真的是吓叫之外呢，她其实也有主持节目哎，相信呢大家也非常的熟悉，对不对？主持的节目好像都跟彩虹有关系，有我爱彩虹啦，还有很多彩虹，所以这首歌叫做《奔向彩虹》。那其实呢，在新加坡我们也是有一部呢，新加坡的一部电影，也是向他致敬的。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或者是有熟悉这一部电影？它是4个号码的，谢火贝，叫做3688。3688，它背后的意思呢是想入非非啊，所以当中呢，女主角啊就是蔡淳佳，她呢在所有的镜头当中也是呢有戴着呢凤姐呢最精致的所有的这个icon 的这个的帽子，所以她出镜的时候都是呢有戴着这个帽子。那佩芬呢也很荣幸呢有能够呢参与到这一部呢，向凤姐呢致敬的一部呢新加坡的电影《想入非非》3688，在里头呢饰演的就是这个小菲菲。我有看到哦，我们有一位姐姐呢，她是全场当中唯一也是戴着美丽的帽子的这位好朋友。嗨，你是今天特别想要就是做这个造型，还是刚刚好今日外口日头真大，你就看一个无？哈，是刚刚嘟嘟好哦。我也是嘟嘟好，你看，镜头都在翕你嘞，你要不要跟我们的摄影镜头 ？Yeah，remember to give her a shot 啊，给你一个镜头，来，我们跟我们这位姐姐 say 一声 hello。OK，我不管，我就当做你是为了我们今天节目特别呢精装打扮而来的，谢谢。所以呢，给大家带来这一首歌曲呢，《奔向彩虹》，谢谢大家的配合。那今天听到这么多我们的好朋友啊，我们的好同事啊，好歌手带来这么多好听的凤飞飞的歌曲，我才意识到原来我听过凤飞飞啊，你嘴瓜嘞，她唱红了大江南北所有的这些歌曲呢，就算不会全部的歌词，多多少少都会1、2句哈，所以呢，相信呢有带给大家呢很多很棒的回忆。大家也常常来新加坡，在电台啊或者是电视台啊做这个表演啊，为慈善而唱，为了公演而唱，为了演唱会而唱。我还有身边的朋友哦，以前是做唱片公司的这个公关，然后真的有跟这个凤飞飞接触过，说她的人真的很好。当然她是一位大姐啦，现在这位在公关公司这个唱片公司工作的大姐，现在大概应该有奔6了吧，大概60岁所以呢有很多很棒的回忆。那接着下来这首歌。我是头一摆唱哦，我第一次唱，希望大家多多的鼓励一下 ，OK？ 叫做《燕儿在哪里？燕儿在林梢》，票快买了哈 ，Thank you， 谢谢我们的老师，来借我你们的手。凤姐的歌曲有抒情的歌曲，有轻松的歌曲，希望能够唱到您的心坎里。
笑，啊，眼前白云飘，斜云掀不住啊，筑巢筑不了。那雁儿不想飞，雁儿不想飞，白云深处多寂寥。最后一句，雁儿雁儿林梢。向凤飞飞致敬。很好听啊，完全听不出是第一次唱呢，哎，第一次唱哎，好像唱很多次了。哎，没，哦，这种感第一次。觉哦，哎，我觉得哦，凤飞飞的歌曲魅力在哪里？哪里？她整个转音哦，哇，很会转呢。啊，转音的意思就是雁儿雁儿在林梢啊，那 Hello，个你那个是360度大旋我转，我这个是有点180度转就可以了。我真是有点夸张式的，要让大家听得比较清楚一点。但是所以你看哦，我们凤姐哦，就很会转音，其实很会转你看，呢其实所以呢，早其实就已经有 R&B 了，对不对？对，那是属于 R&B 的始祖了，鼻祖了，对不对？对，你看哦，哎，敲敲门呐，而且还有这种声音，有没有？门敲敲门呐，哎，对你在？哎呀，今天忘记讲一句话了啊怎样啊啦，3个字啦， 1、2、3，感谢你哦，对不对？没有哎人讲到。有啊，我们都有在讲啊哎，，有吗？你没有认真听啊？我没有认真听，我都很忙啊，一直换衣服啊。哦对对啊，那拉链都不懂，有没有把它拉好？对呀，兵哥，你快回来啊！你知道你在的时候啊，我们多轻松啊！你不在的时候，我们两个啊，哎呦，比在家里面冲凉还累啊！一直换衣服啊，又脱又穿，又脱又穿啊我。相信呢，冰冰哥哥呢一定会在呢，他的病床上，病床上啊，你看在医院当中，看那个手机哈，在是注意我们的节目。对对，大哥一定要上你们这两个小鬼啊！哈，我不在啊，有没有好好的主持啊？对千万不可以螺丝不可以给我松掉啊！他又会叮咛着我们，啊，大哥你放心，你不在，我们做得更好。不要点公益不在啦，哦你不在，你不在家，我们你不在会把家，现场啊，你我们看才讲。不我们会把家顾好的。是的，是的，啊是的，期待你的回归。对，我们啊等待你30后天的回来是30天后， ，30天后还是回来。 30后天？啊，30天，华族30文化中天后回来心华文，请给我讲好。对不对？哎，Hello，我现在我的华文进步很多了。有吗？因为我现在是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10点，963好 FM 的电台 DJ。这句话哦，只有冰冰不在，他才敢讲哦。对因为冰冰是972的，他的怕对台，他963。就是因为972不在，963才敢大胆。不要一直讲人家不在啦，哦他暂时休息啦。是哎，你看哦，那冰冰哥啊，你看哦，你家己 up 力背，那明仔去 check up 背。被啊，我没有别的意思，就是讲你会较注意。其实我就是也会担心自己啦，因为我最近就是好像吃好睡好，但是现在吃较好每天吃较好但是每天早上5点起床，然后6点就要去上班了，所以还好，就是现在慢慢把自己的身体养好，因为人家说年轻要养生，要不然老了会养医生。对对对，有道理有道理。像女人这样要保养，对呀，有保养哦就是老样子，对没有保养哦就是样子老哎啊。呦，你说的真的是很准呢。所以呢，如果样子老怎么办啊？样子老，就是每天出门是不是要拿那个熨斗啊？行，呜嘞，呜嘞，你也可以修掉嘞，哦也可以修掉。我觉得这个也只是讲话的一种规格而已啦。是其实啊，样子啊都是外貌的，是内心啊自己的心态啊够较重要啊。怎么样要把自己的心态保持好呢？就是每个月呢都要来锁定我们欢喜来唱歌，跟我们一起来快快乐乐，好不好？对对对，哎，出来行行哈，但是呢活动之对，类。但是我们欢喜来唱歌呢，1个月只有1次而已啦。所以呢，其他那个29天该怎么办呢？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10点，963好 FM， 哇，好有意思。拍广告，有啦，伊那来了，拢有咧听了啦，免谢谢惊免惊，3房2听。谢谢，有听有保庇哈。啊，伊即阵在咧训练啦，训练做 DJ 先，下摆差不多3年后，他练功练3年之后，
暗时10点你开起来吼，报新闻的本是这个面了。哇！那伊报10点的，我可能会去报6点半的啦。欢迎收看晚间新闻。哦是哦，不错。今天国泰民安没有新闻，明天见。就2句而已啊，就2句而已。好，那所以呢，我们呢就希望的浩浩的现在的这个DJ 的工作，就是朝着我们建斌大哥的目标去走。建斌就是你做没做到丢塔，你也是你做没做。应该不会丢塔，因为一71只塔，你够40多年才会塔的，对不对 ？OK 啦，年轻就是本钱，对不？赞成我，所以我们要给浩浩祝福。谢谢。哎呦，你的嘴巴，你的嘴巴比刚刚那个拉迪赛还要好。拉迪赛。好，最重要还是要祝福大哥哈，身体健康啦。好的，节目的继续呢，我们就要欢迎到的这一位。哎呦，刚刚讲那6个字哦，在他身上好像都没有发生。刚刚我在后台看到他了，哇塞！10年如一日，美魔女冻龄。我这么高就听他唱歌了，这样高。这么高？对对对。好像这样，但是你现在也是只有这么高，好像高不到哪里去哦，都没有长高。认识很久了，我们大前辈。是，那我们真的很开心，真的很谢谢我们欢喜来唱歌哦。那因为这个节目，我们就可以请到好久不见的我们所有的资深艺人呢，来到我们现场为大家唱歌。对啊，他的歌迷朋友哈也好期待他今天呢，终于公开亮相演唱啦。是的，今天呢，他要为大家带来的歌曲《可爱的玫瑰花》，让我们掌声鼓励，欢迎马爱你。我们久违了，马爱你。谢谢。Hello， 大家好。多美丽的玫瑰花，多可爱的玫瑰花，我就这样深深爱上它。多美丽的玫瑰花，多可爱的玫瑰花，我就这样深深爱上它。哦，我愿像那红红的脸蛋盛开在太阳下，我愿像那亭亭的风姿摇曳在春风中，我愿像那高贵的旗帜手你尊敬，我愿大家就爱我，就像爱他。可爱的玫瑰花，可爱的玫瑰花，我就这样地爱上它。大家好，下午好，很习惯讲晚上好，因为一般都是在晚上唱歌啊。多美丽的玫瑰花，多可爱的玫瑰花，我就这样深深爱上它。多美丽的玫瑰花，多可爱的玫瑰花，我就这样深深爱上它。哦，我愿像那红红的脸蛋盛开在太阳下，我愿像那亭亭的风姿摇曳在春风中，我愿像那高贵的旗帜手人尊敬，我愿大家都爱我，就像爱他。美丽的玫瑰花，可爱的玫瑰花，我就这样地爱上它。我愿像那红红的脸蛋盛开在太阳下，我愿像那亭亭的风姿摇曳在春风中，我愿像那高贵的旗帜手人尊敬，我愿大家都爱我，就像爱他。美丽的玫瑰花，可爱的玫瑰花，
我就这样地爱上他。掌声响起，可爱的玫瑰花，谢谢，像你一样可爱，貌美如花。谢谢安妮姐姐好，你们好，哇，好久不见了，好久不见，对，别来无恙。现在在忙些什么？没有什么，没有，就是只是打一些球啦，或者运动啊，是，对，喜欢打什么球？什么类型的？什么都打。哎，真的，羽毛球、乒乓，打高尔夫球比较多。哎塞！那我们再次呢，要非常非常的感谢我们艾妮姐姐啊，因为我们其实我们邀约您很多次了哈。那因为我们艾妮姐姐，因为这个她想说就没有出来露面了，因为太久没有出来唱，反正有点压力是，但是我们3请4请5邀6邀，最后呢的邀约，因为艾妮姐姐听到说我们这个节目非常的有意义，是做给我们所有的18岁、15岁、16岁的观众朋友来看，对，他一口就答应，所以您才答应说要来。是的，对，因为我要保持我的心境也要很年轻，跟大家一样年轻。对，然后呢，因为我们知道艾妮姐姐以前呢灌录了很多的唱片哦，非常的多。因为怎么讲呢？我跟凤飞飞今天是凤飞飞的主题歌嘛。那时候应该是同辈了。哎，对，我刚才在后台就有这样子的感觉。没有，他比我早一点点，他是大概60年代、70年初吧。而我是在80年代初才出道。对，但是我年纪当然是我还10多岁。那个时候唱片公司有没有跟你说，哎，你要唱一点凤飞飞的歌，你可以学习还是怎么样？好像没有，好像没有，你有自己的一套歌路就对了。对，那时候他的歌声啊、唱法都很特别。哎，对，你觉得他的转音有吗？有没有那个转音漂亮？有，非常好，非常好。而且早期我们艾妮姐姐，你现在还计算得到说，大约那个时候你灌录的唱片差不多有几张啊？差不多有30张吧。哇，30几张哎！而且有一些好像还听说有非常值得收藏珍藏的一些黑胶唱片，对，好像在什么博物馆还是哇，有收起来，有放几张了。哦，而且呢，那个时候稀少动物哇，哎，我们真的很幸福嘞！你看，我们之前还有请到我们孙宝玲老师啊，还有今天的艾妮姐姐啊。那真的看到你们真的很开心，很开心。我们晚辈真的要向你们学习。对，而且要录黑胶唱片的那个时候啊，是完全没有的修音的哈。对，完全没有的修，不像现在有这个音乐的混音师啊，会使把你修个碎碎，跟他美图秀秀啊，你看修列声碎碎。以前你是什么声音出来，就是什么样的效果。对，那照片是怎么样的，就是怎么样的。我觉得好土那个时候。不会啊，那是现在。那时的封面真的好土那个时候是流行的啦。哎，姐姐啊，姐姐，对，你的妹妹来了。哇，我们的节目制作组真厉害。怎么会有呢？对，多可爱，青春乐。这个还记得，这个是差不多几年？80年代吧。哦，80年代的。哇，上面都已经写第7集了哈。第7集。春归路，梦南流，样样可爱。哇，这些歌都很好。难怪你要唱可爱的玫瑰花，对吗？今天你有17、8岁吧？这里还是大概17岁。花一般的年纪，花样年华。17岁你就唱样样可爱了那个。有没有很多人追你那时候17岁？太小了啦。你跟我一样，妈妈有跟在身边吗？就是出去表演的时候，家人还是就是你一个人，还是哥哥嘛？你哥哥跟你没有，那新加坡也是我一个人自己。哇，好独立哦，对，自己闯天下，自己出国啊。哇，最远去到哪里？我最远去到日本啊。跟几个人啊？一个人啊。是，那时候拖2个大皮箱，就是坐在那个从荷兰坐到法国去，就是拿2个大皮箱就去的。好独立哦。哇，去到也不知道是谁呀。哎，你一个法国话都不要讲，不要讲。日本话要啊，日本话我会。哎，厉害！哎，来 conversation 一下2位，啊喏。お元気ですか？はい、元気ね。皆様こんばんは。いらっしゃいませ。どうぞ。はい、私ハオさんです。私は
Annie さんです。Annie さん，你 Annie よろし酱く。啊，有了，不要再讲了，再讲就破了，再讲了就破了啊。破了哈，再讲就破了啊！我也是被我太久没讲了，差不多这你知道吗？几句而已。哎，我有听不是，出来哦因为，太久没讲了。姐的英文名是 Annie 哦。因为那时候你讲艾妮，他们比较会陌生给人家作弄一下。哦，所以你有英文名字 Annie。对，那说比较好到一点刚刚说2个皮箱哦，然后拿出国，我相信我们在场的所有朋友，如果看我们包装杂志哦，前些日子就有一个爱你姐姐的报道哈，你去了这个看北极光，然后差一点点，然后受伤，差一点点死掉了。哇，你假了啦，你还惊跟我们掉啊嘞！分享一下是真的，是真的，因为那时候是被人家是用那个 CPR 那种哦，那个担架对，心什么复苏心肺复苏术啊，那是什么代志？你可以啊，我是在冰水里面就这样沉下去，这样给人家拉上来的。啊，冰水，你是跳进去冰水里面？不是啦，就是在玩他们的项目，结果意外的跌倒，对，哎是真的有翻起来就没有办法翻过去。在船上，就是在一个湖上，那个冰湖哦，然后是有乘坐那个皮艇啊，我还知道他们想说，哦，直升机也到了，那个救伤车也到了，直升机拿那个担架，救护员不拿那个电刷，哇，电击，踩着那个雪地差不多到膝盖，这样子要叫来救我，刚好我被一个大女人。因为她很高大，就是衣架烂嘛，对，那个很大。搞的 CPR 啊，结果我本来就好了，但是我的骨头断了啊，但是命救回来了。后来就是休息很长时间，要修复那个骨头嘛。哦，因为被压断了。是，很重要的，而且满脸都是血。因为那个你没有用力的话，一起不好的，对，没有效的。对啊，宁愿和你骨头断啦，你开无断就好了，你骨头断剩下面。你这样总的康复的时间大约多久啊？差不多6个月吧。哇，6个月呢！哎，你没有讲，我前面3个月是修复我的心脏啊，还是那些肺啊？是，因为肺积水很厉害，是。那时候喝很多的水。现在听他很轻松的描述，但是我就唱歌，我的肺好像力气不太够了，因为可能受伤过，对不对？原来经过这一个大的这个考验，今天你看有这个缘分，大家还能够呢现场聆听您的好歌，我们再给马爱你一个大大的掌声，好不好 ？Thank you，谢谢。所以我觉得今天哦，你还可以继续站在这边，我就想要送你8个字。虽然这个8个字比较露骨一点点，但是哦，它意义非常深厚。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希望，但是我还没有中过大彩嘞。健康就是健康最重要。我知道这个开玩笑的话。是。好，那接下来呢，我们现场的朋友有没有继续来聆听我们爱你姐姐带来的好歌好曲来送给大家？送给您这首《我是一片云》。哇，这首也是凤飞飞非常代表作的一个非常好听的一首歌，非常感动的一首歌曲。再次用掌声鼓励爱你姐。谢谢。我是一片云，天空是我家，朝迎夕日升，目送夕阳下。我是一片云，自在又潇洒，身随魂梦飞，它老去无牵挂。是一
照映昔日升，目送夕阳下。我是一片云，自在又潇洒，身随魂梦飞，它来去无牵挂。会唱吗？应该每个都是耳熟能详的啊。我是一片云，自在又潇洒，身随魂梦飞，它来去无牵挂。爱你，谢谢今天您的到来，我们非常的感谢您的时间，祝您事事如意哦，身体健健康康，谢谢，好不好听？那我想问一下大家，今天有没有欢喜呀？是开心最重要了哈，然后开开心心，口袋就会装满很多很多的现金。耶，有欢喜就好，有开开心心就好。那么我要来呼吁大家，等一下帮我们做一个反馈哦 ，feedback， 很简单。等一下呢，依然呢是会分发给大家 ice cream stick， 就是我们吃雪糕的那个雪糕的那个棒子哈。那等一下呢，你们就将呢这个 ice cream stick 呢投进箱子里面就可以了。会有几道的问题，然后呢，你们把答案呢放在这个投票箱当中。第一个问题就是您是不是第一次来到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请放是还是不是？第二个问题就是要问您的年纪啊，是65岁以上还是64岁以下？以下。那第三道问题呢，就是啊，这个很重要啊，对我们的节目满意吗？满意。OK， 请全部放满意。OK， 谢谢。这个不满意，等一下我们会把它封起来。Thank you，Thank you。那您认为今天节目当中所给大家提供的防诈骗讯息，对你是否有用呢？如果有用，请放到有用 （useful） 那一边。另外一个不要看了哈。OK， 好，接着下来，第五道问题是：您会不会跟你的朋友分享学到的防诈骗的讯息？如果会的话啊，就写yes，OK， 那边呢？那边 no， 就是这边哈。是，那下一次的演出的票呢？大家是否已经有买了呢？下一次我们的演出即将在我们11月13号下午的3点。那11月的票哦，其实我们已经全数都卖光光了啦。你看阿姨跟我比酱嘞，她要抢哦，所以我们要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哈。那另外呢，我们明年1月的欢喜来唱歌是我们农历新年的特备节目，我们要跟大家呢一起来共享团圆饭。哇！那么欢喜来唱歌呢，我们的什么都好 ，surprise 的团圆饭，谢谢大家的支持哈，谢谢你们呐。已经购票的朋友到时见哦。哇，有很多朋友也要 screenshot 了。是，而且大家可以看到哈，我们的团圆饭呢，请到的就是我们的八星报喜。我们好久没有来了，你们有看到一个特点吗？有没有看到我们3大女人？3大美女啊，3大美女哦，你看你的白灯笼小翔哎。
安装那多啊后，让你休想啊！难怪他们是 sister 哦，对，所以一起打麻将出来就是这样。是，这是最年轻的哈。好的，全场节目也是由浩浩配分、建斌大哥联合主持，当然表演嘉宾有我们，这个是1月的哈，不是下个月的。是，有我们先打一个广告。如萍姐、琼芳姐、朱丽丽、张雄。是的，8星报喜又来了，哇，好快哦，1年要过年了嘞。是，那我们的团圆饭呢，大家不要忘记了，是我们中午的12点就开始了。是的，到时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哈。好，买票的朋友呢要提早入场哦，因为我们的1月的团圆饭是在7楼啊，不是9楼哦，是在7楼我们的多功能的礼堂来举行。就是讲有物件架的啦，所以这边哈怎样放桌子哈，这边就是纯欣赏节目。1月也是我们第一次哦做这个 sit down lunch， 所以大家可以坐下来舒服的享受我们的新春的这个团圆饭。是，接下来我们来看到，请看到大荧幕，我们下一场我们的主题呢就是榕树下的约定于天特备节目。哇，我是最美的，因为只有我一个歌。是，榕树下呢是怎么样的一个约定呢？我们拭目以待。那接下来呢，在节目结束之前呢，我们就要和大家来大合唱了。你看，我们下一场呢有我们的孙强、张雄、杰乐以及我们董事强。当然希望我们的建斌大哥可以呢平安健康的归队，一定会。好，那我们带来下一首的歌曲，这首歌呢也是一定要唱哦，叫做《掌声响起》，大家一起来唱。这边的朋友你们好，跟你们打声招呼 ，Hello， 看得清楚吗？谢谢你们来哈。孤独站在这舞台，听到掌声响起来，我的心中有无限感慨。多少青春不在，多少情怀已更改，我还拥有你的爱。好像初次的舞台，听到第一声喝彩，我的眼泪忍不住掉下来。经过多少失败，经过多少等待，告诉自己要忍耐。大家一起唱，掌声响起来，我心更明白，你的爱将与我同在。掌声响起来，我心更明白，歌声教会你我的爱。谢谢我妹妹站在舞台上，你们给我们满满的掌声，是我们的推动力，也是给我们最佳的鼓励。要谢谢我们今天下午现场的朋友，也更要谢谢我们线上的朋友。谢谢大家对我们欢喜来唱歌的支持，待会儿的反馈都要靠大家啦 ，Thank you。孤独站在这舞台，听到掌声响起来，我的心中有无限感慨。多少青春不在，多少情怀已更改，我还拥有你的爱。好像初次的舞台，听到第一声喝彩，我的眼泪忍不住掉下来。经过多少失败，经过多少等待，告诉自己要忍耐。大家一起唱，掌声。哇，一起棒！你的爱将与我同在。再来，大声更大声，掌声！明白，歌声教会你我的爱。多一次，掌声。Very good。
是更明白，歌声教会你我的爱。感谢你，欢喜来唱歌，健康又快乐。下一期节目再见。谢谢我们老师，谢谢我们的工作团队，谢谢我们现场线上的朋友。下一期节目再见，注意脚下安全，较快较快哦，慢慢来哦。Good night， 拜拜。你。